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年初七拜二嘅客家新新闻，我是陈彦祖。当然嘅早晨9點半嘅客家新新闻都會喺網路上帶領大家來了解武漢肺炎疫情嘅情形發展。一般來講啊，客家新新聞啊，當然啊都會對國內嘅事態報紙嘅頭版頭條來關心武漢肺炎嘅情形消息。不過呢，近邊呢我清先對一個國際媒體英國廣播公司 BBC 近邊清先嘅報道來看到一個國際上重大消息咯。最講英國廣播公司 BBC 呢，其啲近邊報道當中，主要講到嘅英國首相強生一下認證，特別到武漢肺炎過後，一下情形同上當，故上入到加護病房治療當中嘅。因為英國首相強生呢，佢喺第3月27日時節，咪就係第4年以前認證，特別到武漢肺炎，佢當時呢係自家啲一個首相官邸杜洪呢做隔離來做觀察。唔過呢下後嘅情形係見來見上當，就係講佢經有發燒情形都冇轉好，嗰啲前幾日嘅時節就要入到醫院去治療。到近邊嘅時節，英國廣播公司就有講到嘅，假情形變到很難嚴重，故所一下呢入到加護病房杜洪嘅。第一個消息傳出嚟過後呢，啲當到英國嘅政治界就動手，就認真講強生係對佢嘅英國嚟講係非常重要任務咯。就講講佢假使真經用用嘅，會對佢嘅英國嘅社會經濟造成動態影響。故所呢一下英國政府未有表示講會盡全力同佢來治療，也係近邊國際上嘅重大消息同大家來了解一下。稍後呢，我轉到近邊國內嘅事態報紙嘅頭版頭條來關心國內有關武漢肺炎嘅情形發展咯。之前嘅日啲籌備嘅時間呢，也嚟搶命連續假期將結束，唔過就有動人出去留了。也呢指揮中心主動小講。認真有統計哦，從廿幾年啊，有許多從國內有12大景點，從係肯定大企業嘅所在民眾，桃園呢一個景點就有150萬人人多，就講廿多年呢可能會變做防疫防唔到所在。故所嘅指揮中心就有特別講到嘅，講假使呢有許多亞國內12大景點有15分鐘，超過15分鐘人，就要自家呢來做好空間管理，而來做到14年，佢相關呢。的措施詳細內容係乜嘢呢？我哋看到呢也係相關嘅新聞報道。公司開門愛先過熱上熱氣量體溫，將明年假結束過後，第2日上班，國泰檢控當陽性，每天員工喺講年假實現10日的本國家檢視嘅景點，8日到下個禮拜5愛到烏卡工作。那昨天就非常迅速的，我們第一個時間其實是透過 LINE 的方式，就是去做過各個部門的調查。年假回來就是可能怕會有防疫的破口，所以公司也是算蠻緊急的，就跟同事說必須要全程戴口罩上下班。國泰副辦先講檢控，韓國南山人數也到金融企業，做啲講係先來準備。對籌備暑假期間，就要求年假實施檢視景點嘅員工自家判估。國泰大概有1200個人，副辦有1100個人，總定入到公司，那個台南嘅各綜合醫院要停定按嚟做。在人潮很多聚集的地方呢，很可能會有來自南北的這些人潮呢，那所以增加這個疫情的散播的風險。所以呢，我們醫院呢在昨天收假之前呢，已經完成了這個調查哈。那所以只要是去到這些人潮比較多的地方的員工了哈，都會在家自主管理12天。民間企業醫院對年假過後疫情效應當陽性，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早晨10點先開嘅記者會，同民眾講，係講實施政府發布細胞檢測嘅10日的熱門景點，包含嘉義阿里山、花蓮東大門夜市嘅台南關子嶺、虎頭埤、高雄旗山路街、墾丁韓國其他人將來佔起嘅所在，就會持續空間管理14日，韓國輕量到烏卡地度上班。有旅遊史的時候，好，那你如果有症狀，那就不要上班，也不要上學。政策宣布前後，鳳海、芬達天、華沙、統一集團、東城集團也都有名企業，未到陸續通知實施10日的景點旅遊嘅員工，聽說愛到烏卡地度判估。唔過到烏卡上班嘅效果顯揚嘅，也未抗驗等企業面對調度，韓國現段專業嘅前置功課有拉磨。記者綜合報道。而家下報道都好呢，大家就做嚟看到呢，其實已經有同對公司也都動陽性咯，都要求呢家到員工假使啲搶命連續假期期間，有許多21大景點嘅員工呢，都係自家嚟做好
一个空间管理。佢21台景点有哪条所在呢？研究来了解一下。佢指挥中心呢，佢公布的部分呢，就有讲到的21台景点呢，就包含的花莲的动态门的夜市，还有像台南的虎头鼻，还有像台南的福建度假会馆，另外呢，像係云林的北港的朝天宮、阿里山三亞遊樂園，還有像台南的關子嶺一條所在的總共有11台景點，還有包含指揮中心前幾日建工的就係墾丁太街亞街所在呢，都係亞白指揮中心提醒大家為特別來注意的11台景點。認真講，就係啲前面連續假期期間呢，亞條所在呢都係人卡多所在，就講駕駛地度有構成的人唔過佢還唔低，有許多機片流料，就有可能會造成一個疫情呢會對台灣的沙飛渡航大規模的車塊來。故種呢指揮中心就特別提醒大家，駕駛啲前面連續假期期間有許多人卡多所在流料，對2禮拜內都要隨時來注意亞條氣界身體情形。還有各項公業啲前面連續假期過後呢，沒有針對一啲員工呢，我有提出氣界管理的防疫措施，從啲亞條金融業佢就有講到嘅，從係家下新聞都可有講到，從係一開始呢係富邦一條企業嘅佢就有。要求員工駕駛遊戲機片流料，你就總得去辦公室咧，你就要啲自家啲屋卡來做使用，佢影響嘅人數呢，差唔多有超過3300人。針對呢個部分呢，就員工討談講，就認真講為啲屋卡做事。可能呢會造成對家條生活品質造成影響。唔過呢公司嘅片面係表示講，也係為咗防疫，各部長將會有安嘅措施。然後呢啲其他行業呢，就係金融業受到動態影響，像科技業啊，還有像旅行業都有受到動態影響哦。佢關於一下青年呢，就係一個熊市嘅旅行賽，兼單槍呢，員工駕駛遊戲到11台景點都係啲屋卡來做空間管理，駕駛員工遊戲掛置，轉到屋卡掛置。每外地自家渡航來自家來做空間管理2禮拜，也係旅行業認真講，加條小工，加條接觸人呢可能會較多。故所呢，加條一下呢啲防疫措施一部分就要做到很難嚴調。希望呢外地連續假期過後，就講講一個疫情會趨快來，故所呢加條留相關的防疫措施做到很難嚴調嘅。希望呢為防一個疫情擴散出去哦。然後呢，針對關於情形的疫情部分，來看到一個中國時報哦。啲籌備時間呢，中央旅行疫情指揮中心就有公布嘅，籌備關於中央新增加嘅10例確診個案，嘅其中有1例係本土感染個案，嘅增1例係4歲人嘅細亞哥，其他呢係啲頭一個被配嘅公立幼兒園。第一個消息傳出來過後呢，就講一例確診個案會造成一個學校渡航其他學生嘅，還有線上可能會引致安尼差別多，故所呢指揮中心未宣布要求一間公立幼兒園外來停課至少外來2禮拜哦。針對呢個情形呢，來看到其實呢就會講。亞利西亞國建用嘅設備度呢，其主要呢就認真講加工啊，先主要係啲2月17、2月第一時節對美國轉來，當時呢美國很忙管制哦，忙提出相關的理由警示，故所其轉來時節其沒唔啲其設備度，都亞建議認真講亞利西亞國韓國有加工出現嘅相關徵條過後，新民指揮中心將發現講亞利西西人嘅西亞國其沒可聽設備度亞利武漢肺炎嘅，故所呢啲亞利消息傳出來過後，亞利台北市政府就有針對一個公立幼兒園停課過後，佢就提醒所有嘅家長講，假使適應嘅認真學校停課，唔係啲屋卡照顧嘅時節，都做得來搶防疫照顧假。佢從還建議家長啲屋卡呢，為盡量安排。從係有條發通本身來做，韓國要為觀察家條嘅身體情形，也係輕重要部分，就係為注意適應呢也一步嘅地方卡嘅當然呢都係量體溫，韓國有身體有乜嘅出現徵條膜，假使有相關發射嘅韓國有檢測一條相關徵條，對大家同步一條相關嘅公立醫院，也係打一條192相關嘅專線來同步，也係針對關於籌備進行疫情嘅部分，針對關於防疫嘅部分，也係部分。點樣路況，誒，做啲看到呢都有動到嘅前途樣片哦，像係微博鋪啊，當然都會
特别的防疫太作战，都会将医生来建议大家讲，将防疫期间大家做定样的来做好防疫。伫左边呢，一个行政院的政府委员的同方，佢们第一家面书的发出一个样片，一个样片请特别的去利用合法来教大家为样的针对一个最嘅为重复来使用一部分来做相关的教好样片。我哋看一下亚团样片。大家好，今晡日愛教大家用嘅做一份簡單嘅學作業呢，首先愛準備一隻天幕嘅，一啲用過嘅作業呢，一隻時鐘呢，同天幕嘅幕蓋打開來，作業呢打平，用於杜風，此個簡單嘅意思，唔是加水，幕蓋簡單，同天幕嘅開關壓落去，等時鐘嘅順方向行8分鐘，打開幕蓋，喐喐嘅用鼻囊，小突過後。做啲在雇用嘅作業呢，主辦順利，作業呢大現做啲安心繼續用了。其實啦，同方一塊是第一面處方，其特別樣片係講好老化嘅，唔過要照顧並歸面嘅當面所權重行業一部分咩同時有一類行業嘅搞好樣片，嗰種嘅同方基本同用錢啲從啲時節發嚟一類用行業搞好嘅一類樣片咯，就係希望講睇下呢做啲針對一類最咩重複使用一部分做啲。繼續嚟用，安尼防疫總會做到很好。三來呢，要繼續來看到一個報紙上嘅相關消息，就係講一個《中國時報》共用係講到一個日本嘅為啲天公呢時節發布緊急狀態，一個緊急狀態呢，前主要呢係為針對呢國內總共有查7個所在會發布緊急狀態，為啲天公呢就會開始有效嘅，一個緊急狀態差唔多呢會維持1整年嘅時間研究。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跟針對一個緊急狀態，佢主要同大家來解釋到，希望大家唔是提供緊張，認真一下呢要動到日本民眾，就講講，日本係唔係為封殺嘅？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呢，佢就特別講到嘅唔係安尼，佢就講。一個緊急狀態，前主要呢係希望大家呢下一步嘅盡量莫出去，盡量留喺屋企，來減少人同人之間嘅接觸咯。韓國有啲一個緊急狀態發布過後呢，會有乜嘅影響咯？前主要呢就係從亞條娛樂業，從係夜店啊，韓國有從飯店啊、酒吧嘅所在，一下呢東京都政府呢都要求亞條係停業嘅，就係減少人啲按到所在始終可能會造成嘅風險，認真講一下日本其實這片嘅疫情係喺東嚴重。日本政府呢發布嘅緊急狀態，就係希望講針對疫情較嚴重嘅7個所在，會加加留一條疫情來控制下來喲。亦係國際方針對防疫嘅清醒消息。然後呢針對國內疫情嘅部分，其實講一個疫情對國內還係有動態影響。故此呢行政院啲籌備時間沒有開一個記者會，我哋針對一個受到影響企業嘅，我哋這個嚟提出相關性嘅紓困措施。行政院嘅籌備就有講到嘅針對一個用資部分呢，會再個來增加超過10萬嘅企業都享受為多。針對一個部分呢，行政院就有特別講到嘅，就係講從一條中小企業嘅整體嘅資金貸款本單嘅上限呢係2000萬元。一下呢，啲籌備嘅時間呢就宣布誒會提高到1.5千萬元按度。然後呢，唔係中小企業嘅部分融資呢上限呢會對8千萬元提高到5億元按度。政府呢提出按度預算呢，就希望呢針對亞層疫情受到影響嘅企業來天數加條來捱過亞層疫情嘅難關咯。也係前線嘅消息，像各位有做生意嘅從調價，韓國有從一條卡西規模嘅一條經營者都係特別注意相關嘅消息咯。咁我哋韓國有從啲自由時報係針對嘅壓力，對一下呢國際方都檢想辦法，我哋針對壓力疫情來清除資料嘅方法。嘅自由時報呢，記住當個嘅就有講到嘅，將講美國嘅研究學者。佢就有發現武漢肺炎嘅病毒較弱嘅所在，佢就有講到呢，佢發現呢一個美國嘅團隊，佢發現一個病毒佢有一個結合嘅微點，一個結合嘅微點係乜嘢呢？就係講假使病毒佢潛到合適嘅所在，佢會複製經常，佢會就會利用一個結合微點去做複製嘅按呢過程，嚟針對。一下呢要專家尋到一個結合嘅微點過後，就可能防到一個病毒經複製經常，就有可能
企业的武汉肺炎疫情的新型的疗法，呢个疗法係用研究出來呢，就係美國針對呢佢2006年有抽到 SARS 下後後起來病人，加上呢啲成功呢利用假成功來潛到相關的抗體，用呢個抗體呢來潛到一條相關的治療方法，希望呢也按呢方法呢做地繼續來研發出來，做地來研發用嘅韓國有上預防沙一條，希望呢做地更加留一條。武漢肺炎的疫情來控制下來喲。佢以上呢就引進比同大家整理事態報紙嘅一條有關武漢肺炎的相關重點。到下晝2點嘅時節，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會針對關於清醒的疫情來開記者會來做說明，向鄉親朋友繼續來收看。